香港註冊公司相對內地註冊公司究竟有咩好處呢？其實好多內地嘅外資企業都係喺香港投資，即係用香港公司做股東，再投資內地。外國企業都係咁做㗎，先喺香港做一個控股公司，再落去內地發展。第一當然就係稅務嘅優惠啦。香港嘅稅制好簡單，主要係利得稅。有限公司投200萬嘅稅收，只係收8.25%啫，超過嘅部分都係收16.5%啫喎，而且冇增值稅、冇分紅稅、冇營業稅，個稅嘅稅率都非常之低。相比起內地動輒10幾20個百分比，香港真係全球稅率最低嘅之一，幫你慳到唔少錢㗎。第二就係資金自由流動，香港嘅外匯自由啦。香港嘅公司嘅個人戶口同埋公司戶口之間嘅錢係可以自由流動，唔使審批，唔使報備。第三，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，融資梗係有好多全面嘅方案啦。你可以揾銀行借錢啦、貸款啦、發債啦、上市啦，資金嘅來源好多元化嘅。第四就係香港嘅法律制度好穩健。善用香港嘅普通法制度，法律清晰，保護有效，知識產權保障得好，法律風險低，仲有專業律師團隊為你服務。譬如舉個例子俾大家聽啊，喺香港開公司做貿易收款，只要你合規合法，符合 OECD 呢啲報稅嘅要求，就冇問題啦。香港政府一直都鼓勵內地人嚟到香港投資。人唔喺度唔緊要，至少啲錢都可以嚟咗先啊嘛。第五，註冊資本靈活，香港公司嘅基本最低資本要求1萬蚊都可以註冊噶咯喎，所以標準註冊嘅資本只係1萬蚊或者1萬股，所以每股1萬蚊，唔似內地咁樣下下都要500萬啊、1000萬啊、5000萬咁多錢嘅。而香港嘅公司嘅股東喺股董事亦都係有好清晰嘅制度，唔複雜，冇本地人嘅要求。第六，企業嘅形象，如果通過香港嚟到香港做生意，喺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梗係高啦。喺香港註冊公司可以提升公司嘅形象，可以方便大家做生意，做國際生意都好方便㗎。第七，一站式嘅服務。最後香港開公司就係好簡單，費用唔高，人又唔使嚟香港先至開到，都可以揾 TCSP 牌照嘅律師樓，可以幫客戶成立公司。舉個例子，控股公司做公司秘書，提供註冊服務、處理年審，呢啲所有服務都係一站式，人事變更，甚至日後清盤嘅話都可以一站式搞掂㗎。